严重，然后可是呢，也建构出哎呀，到台湾唯一的石狮公的安那个文化，石狮公的文化。好，所以我去到那个地方，我就觉得那个地方非常的野生，啊，充满了一种踏伐之气啊。好，古时候就下亚述很多哎台鲁馆，好，跟住大家来谈。屏东烟给浓的古树香，讲心讲富两种条。走了，先民开开，满风之天，傲江出世啊，人民好路。相邻哦，但我哟。
人讲有土地的蔬菜只有个的，有人的蔬菜只有讲唔煞的故事。故说呢，我想还有青岛属于的客家的故事、台湾的故事，出得俺的再个继续去研究，去捞佢采集，去捞佢创作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就带大家来捞台山县。好，我说台山县，我自己的家乡也在台山县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最美的家乡的印象就是山老田抽给光谷，甚至云老腰婆抽给走香脚，甚至苏阳老杨面抽给康人去嘛。好，我希望呢，喺度台山县做得永远做得保留。按那个一种土地老人之间的一种相密啊哈，好，接下来就为大家来一条山路。一条山路。穷哈一条山路，一条山路，通通跳啊，云老腰婆，抽个走香脚噶，嘛你穷哈一条山路，一条山路。清凉凉，树叶老杨米耶，抽个康人情，嘛你穷哈一条山路。一条山路，啦啦啦啦啦，山老田，抽个光谷啊，阿公阿婆穷哈一条山路，一条山路，通通跳啊。抽个走香脚噶，三个天公穷哈一条山路，一条山路，清清凉凉，树叶老杨米耶，抽个康人情，天路长处穷哈一条山路。
下次下来为大家来的下一首，是60年前，一个美丽的后生人，佢23岁，所写一首诗，叫做《白云之歌》。佢希望这样是台湾的规则的社会的气氛係白色恐怖年代，故所呢，佢就用写诗来表达佢作为一个后生人对故乡、对自家的家园、对自由、对一种希望黎明来到的一种的向往啊哈。故所我读了耶稣诗，非常的感动，就留佢唱出来。加一位诗人叫做罗浪，就是我的爸爸。好，接下来就为大家带耶稣白云之歌。新年的状态的故乡，飘泊的云南，像你老爱讲，看到嘛个，看到嘛个，黑妹看到一群后生人。彩灯后黎明，城市的云南，像你老爱讲，糖都嘛个，糖都嘛个，黑妹糖到一群后生人，彩笔。歌唱。糖都嘛个呢？